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失业。失业有什么好聊的？今天咱們從失業保險金聊起。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也就是說我們國家統計局每一次公布的失業率我的印象中每次都在5%左右，5.1%、5.2%、5%，大概就是左右晃荡。實際上大家查一下也能發現，從2019年以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基本上就在5%到5.3%之間窄幅波動。這中間咱們還經歷了口罩，還有現在的大家越來越覺得就業難，你不管你的體感是什麼，但是我們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它就是在5%到5.3%之間波動。2024年末5.1%。2025年9月5.0%，然後年末又回到5.1%。所以你通過這些數字來看，我們就業市場雖然有壓力，但總體可控，穩中向好。但是如果你要細心，你同時也會發現一組數據它又不一樣。哪組數據？關於失業保險金的支出，從2019年1333億增至2024年的1842億元。2025年預計3165億元，這個7年間增長62%，也就是在這個7年裡面，咱們統計局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它是穩定的，5.0%到5.3%，小幅波動，總體可控。但是咱們的失業保險金這7年裡面是增長了62%。失業保險金大家知道，那就失業的人才能領，那也就是說這7年裡面領失業保險金的人在增加，但是我們的城鎮調查失業率還是很穩定。所以這個好像就不太好解釋，容易讓人產生這種誤解。我看了一下媒體報道，說年末領取失業金人數從2028年增至從228萬增至463萬，2025年應該在550萬左右。你看，已經翻了1倍多。全年發放總人次從461萬人次增至905萬人次，這個也是翻倍。但是失業人次支出金額從2019年的28915元降至2024年的20354元，縮水30%。也就是你就是失業的人，你去領一次這個失業保險金，2019年的時候平均是28915元，到了2024年只有20354元，領失業保險金的錢也是越來越少了，縮水了30%。這給我大家也形成一個什麼印象？失業保險金支出總額在增加，失業保險金領取的人也在增加，但是每個人領取的失業保險金這個金額是在逐步下降，就是這麼一個形式。那麼這個數字說明什麼，對吧？都是官方公布的數字啊。失業率穩定，但領錢的人翻倍，花的錢就是整個的盤子花的失業保險的錢創新高。但是每個人領的金額卻在減少，這3組數據之間就形成了一個覆蓋。從3個維度，至少說明5.1%，它能不能反映一個真實的失業水平，還是一個被過濾後的或者被修飾後的數字？有很多網友都知道，我們的調查失業率統計規則，1周內工作1小時以上，你就是就業。所以按照這個規定，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直播帶貨、眾包平台上的零工，包括咱們做自媒體，都是就業，不算失業。所以最近有一組數字就刷屏了，對吧？在網上引起了熱議。人社部數據顯示中國靈活就業的規模2021年是2億，到了2024年就變成了2.4億，2025年2.8億。那麼最近預計對吧，是3.2億，2026年。你看最近幾年靈活就業人數都是每年增加4000萬，當然這裡面有很多，按照環球時報的解釋，是他們喜歡靈活就業，喜歡送外賣，他們愛好開網約車，不是找不到工作，他們不願意去建造公司上班，他們也看不上公務員的工作，甚至華為、騰訊這大廠工作，他們也看不上，因為要打卡不自由，所以他們選擇開网约車送外賣。这是环球时报的解釋。那當然了，這些占多少呢？咱也不知道。
畢竟還有人不願意去中国石油、中国移动去上班的。灵活就業占勞動力人口比例從2021年的27%升至2026年的44%，意味着每10個勞動者中有4.4個是靈活就業者。當然了，我們說這個數字不是代表不好，因為環球時報已經解釋過了，這個和失業率沒什麼關係，這就是愛好，不代表我們失業率高。因為他們不是失業狀態，當然也不是穩定就業，他們是被一塊巨大的海綿吸收，靈活就業。當企業裁員、崗位消失時，這些人不會出現在失業的統計中，而是流入了外賣站、网约車平台、众包网站。他们的收入可能只有之前的1/3，但在統計上他們是就業人數。當然了，即便如此，這些提供靈活就業的平台已經飽和，外賣騎手需求只能滿足400萬騎手，卻湧入了2000萬騎手，对吧？也就是富裕多出了1600萬愛好者，但是他沒單子可送。而網約車平台司機數量遠超訂單的增長，自媒體還有直播帶貨的，大家不要只看到頭部幾個人比較光鮮，實際上自媒體直播帶貨這行業中位數他們的工資是比外賣還要低，大概就是3、4千，這個應該有報道。靈活就業的膨脹不光是個人愛好的轉移，而更多的應該是失業壓力的轉移。不光是有人以前在煙草公司上班，後來他不喜歡了，他就送外賣，這些只是原因之一，那更多的是失業壓力的轉移，也不代表就業市場的繁榮。有人就說了，那到底誰在領失業金呢？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去領這個失業金？也就是你看我們官方給的失業率永遠是5%到5.3%，但是我們領失業金的人越來越多，那到底誰能領？明明有人說我沒有工作，我在家，對不對？那怎麼我就領不了？所以這就是失業金的第二個問題，他要求繳費滿1年，而你繳了失業保險金，你要交1年，滿1年。所以說大量的短期合同工、試用期員工他就不符合這個條件，那你如果失業了，那你領不了這失業保險。第二個呢，非因本人意願中斷就業，什麼意思啊？比如說你主動辭職，合同到期不續簽，那都是你的問題，是你不想上班，那不算失業。好，第三個是已辦理失業登記並有求職要求，靈活就業者從未登記過失業。也就是說你得去辦理登記失業登記，並且你明確表示我還要上班，對吧？我不是愛好送外賣，不是愛好在家啃老，不是愛好當全職子女，我要求強烈要去上班，想找工作，那你只有符合這個條件，那才能這3個條件都要符合。但是我們的平台從業者，也就是各種外賣、網約車，他們的參保率只有1/3。也就是2.8億靈活就業者中，絕大多數沒有參保。北京交通大學唐代勝教授指出，年末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常年不足城鎮登記失業人數的1/4，絕大多數失業者未能得到失業保險金。所以說，我們失業保險制度設計的本質不是保障失業者，不是對失業者進行全面覆蓋保障，而是控制領取人數。2021年領取人数259萬，全年發放608萬人次，基金支出1500億，失業人次支出金額24671億元。而到了2024年，領取人數增至463萬，增幅79%，就3年時間漲了79%，全年發放905萬人次，增幅49%，基金支出僅增長23%至1842億。導致失業人次支出金額降至20354元，縮水17%，也就是僧多粥少，領失業金的人多了，漲得更快，而你失業保險金漲得更慢，所以說領失業保險金每個人領到手的錢反而縮水17%，僅3年時間，從2021年到2024年。這個說明什麼？你吧，我失業了，對吧？我領的失業保險以前能領到小3萬塊，現在只能領2萬，就這意思。那這個保障力度它不是加強，而是這種保障力度被稀釋了。這是我們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鎮調查失業率
和領取失業保險金這個數據之間，它就好像不那麼契合了，在各說各話，那看你怎麼理解。那還有一個說，那既然失業金領取人數在增加，靈活就業的人快3.2億了，但是我們的個人所得稅還在漲，為什麼？2025年我國各項稅收合計17.64萬億，其中國內增值稅6.89萬億，消費稅1.68万億，個人所得稅1.62萬億，企業所得稅4.13萬億。這是2015年。2025年直覺告訴我們，個人所得稅上漲應該反映的是大家的工資都漲了，因為有資格交个税的，說明你的這個工資，你的簽合同的工資至少要超過6000，你才能交得上個稅，因為它還有免稅金額，比如說你租房了，或者你是什麼買房，它也可以扣掉一點稅，免稅金額。你比如說有孩子等等，也就是你如果工資你要合同工資啊簽的，你低于6000，那基本上你都不用交稅個稅。那因為免徵額就是5000，那現在個稅還在漲，那是不是意味着咱們交個稅的人多了唄？或者是交個稅的那個人收入漲了很多？2025年個人所得稅1.62萬億，與2023年1.47萬億相比，漲幅達到了 9.5%， 且2024年、2025年連續2年上漲，就是個稅。那麼26年其實也不會差。看看2026年這個財政部公布的5月份個稅數字，2026年1到5月個稅是7375億。對，這數字多少咱也不知道多，但是同比增長 12.2%， 這是漲幅在 10% 以上，就2位數的漲幅。那說明什麼問題？排除大部分人工資上漲，那麼只剩下2種可能，一種是原先高薪資的人工資還在上漲，另外一個就是財富兩極分化。不管是哪種原因，個人所得稅反映的就是個體個人要向大頭交的錢多了，2位數的增長，但是我們財政收入實際上是沒什麼增長的，也就是個稅的增長掩蓋了其他地方在下降，或者說個稅的增長彌補了其他的下降，或者其他方面的下降得靠個稅來彌補。這裡咱們看一個路透社的消息，也是路邊社。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稱，在北京、上海和廣州，一些人被告知，針對他們的稅務情況的調查可能會至少追溯到2018年。知情人士表示，被盯上的個人通常都很富有，賬戶裡往往有超過3000萬美元資產。他們一般是華裔人士，拿到了外國護照，但後來又回到中國生活。其中一些人使用離岸信託結構來管理自己的財富，相關人士將面臨高達 20% 的投資收益稅，逾期繳款還可能會面臨罰款。他們補充說，最終金額有時可以協商。種種跡象表明，更多富豪需要遵守納稅政策，當局對逃稅行為的態度日益強硬。中國個人所得稅數據，它這一個表，中國去年徵收的個人所得稅稅額創歷史新高。這個來自於國家統計局和財政部數據顯示，都是2位數增長。我們的 GDP 是 5% 的增長，但是個稅是10%幾增長，這個什麼概念？所以說，為什麼很多人的體感越來越差？這些方方面面是吧，就交織在一起，這些數字對不對？就讓我們感受到確實寒意來臨。我們再看一組數據，這個有人閒得無聊，他就問豆包說，月薪4000的人有多少？你很多人他不是老是說可支配收入或者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個人可支配收入，反正扯不清，对不对？可支配收入好，這個豆包問的比較直接，就是月薪4000的人有多少？都是這樣的答案。第一個口徑，它是不同的口徑。全國14億全體居民，包含老人、小孩、農民、學生、全職主婦。床位的測算根據中金加國家統計局交叉印證，月到手收入低於4000人民幣人大約是 12.5 億，也就是這 12.5 億包含老人、小孩、農民、學生、全職主婦。我們是按14億人來算的，就是全國人，那麼佔全國總人口的 90%。那麼你要細分，第一個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是 5.46 億，這裡面農村老人、低保、零散零工、無收入老人、孩子都包含在內，也就是 5.46 億人
月收入在1000以下，那么你在上幼儿园的小孩也算，他没有收入，把这全算在里面，这个大家要有个印象。第二个，月收入在1000到3000之间的，这個是4.15億人，主要包括县城服務業、短期臨時工、務農群體、大量應屆生。那麼3000到4000之間的約2.3億，3、4線的文職、文科應屆生、門店店員、基層合同工，這個顯然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你看是月入4000以下的佔90%，也就是反過來說，真正每月穩定到手4000元以上的僅1.5億左右。還有一個官方證據，官方的佐證，2024年全國居民收入中位數，全國居民收入的中位數是2892元一個月。那言下之意，全國一半人每月總收入是在3000以下的，就是2900以下。那麼你要是一個月4000，你就超過全國大部分普通人。你可以走路的時候昂首挺胸，就像你在班上考試，50個人你考了個27名，你還不錯，要考到25名，那簡直了，可以翹着尾巴走路了。這是第一個口徑，全體老百姓。第二個口徑，那就算上班的人。你看幼兒園的孩子，你算他幹什麼？他肯定沒收入啊，也就是只算打工人。打工人什麼？就是16歲到64歲勞動就業人口。那這個是不是就更能說明問題了？按照這個口徑，豆包給出來是整體佔比說國內就業人群裡60%以上到手工資是低於4000元，83%的勞動者月收入不超過5000元，行業集中在文科應屆生、行政、客服、零售、餐飲、基層助教、工廠流水線、鄉鎮臨時崗，絕大多數集中在3000到4000區間。只有一線城市技術崗、體制內正式編制、資深銷售、工科技術工種能穩定突破5000元。從個稅方面也可以印證這個數字，全國每月工資超過5000，需要交納個稅的人僅6500萬，屬於少數群體。也就是你的工資這個工資是到手超過5000的，大概6500萬。所以通過豆包的回答大家也知道全國這個工資水平是什麼個情況。而大家在社交媒體上總是刷到月薪過萬，那個是新增者偏差。絕大多數普通人長期卡在4000以內，這就是我以前經常說的，你不要看那些省會城市，比如西安、武漢、合肥、成都那些寫字樓出來的俊男靚女，看着像白領，實際上他工資就是5000左右。你去問一下，發到手能發5000就不錯了，發到他手上能發5000，那簡直是燒高香啊！大部分就這麼個水平。好了，也就是說每月穩定到手4000元的只有1.5億左右。那你把這裡面公務員、事業編、國企、職工你可以去掉，也這麼說，也就是把吃財政飯的給去掉。你不公務員其實沒多少，公務員好1000萬，你把吃財政飯的全部去掉，吃財政飯的到時候4000差不多。你看鄉鎮最基層的公務員，他們一個月到手也得3000多，最少3000多，但是他還有公積金，那公積金一個月的1000多，但年終都有年終獎。所以說你別看他工資好像是一個月3000多，但是全年下來他到手的收入可支配的那怎麼着都最低5、6萬，多一點的8、9萬。夫妻倆人如果都是體制內，你就是最基層的單位，那恐怕除非特窮的地方，否則夫妻倆人一年20萬，2個人20萬是沒問題的，體制內的。所以你把這個人去掉，那你說1.5億裡面還剩下多少？所以這就是我們是吧？現在牛馬韭菜的一個現狀，這就是為什麼怎麼刺激他消費就上不上來。你都是這種收入，你老刺激他花錢，他是有錢不願意花嗎？我們再看，那有人就說了，你看你工資低，但是你不存款多嗎？對吧？你家裡有礦，你都存了錢，賬戶上有錢，你雖然現金流少，你每個月掙得少，但是家裡有錢。所以我們來看看存款。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數據顯示，2025年末我國居民人均存款9.6萬元，人均。當然大家都知道平均這個事有點不靠譜，把我和馬雲平均一下，那我還是福布斯排行榜裡面排前幾名的，對不對？我們要看中位數，比較靠譜的指標是中位數。根據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中國家庭存款就不是個人的，是家庭中位數
大約在3到5萬元之間，也就是你們家存款只要超過5萬，你絕对是在這個一半家庭之上的。你只要家裡存款有5萬，你已經超過了一半的家庭，還是家庭呢，不是一個人呢，你父母的加起來跟你的加起來。這個是西南財經大學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了。好，那你說家庭也數不清，對不對？家庭幾個人加起來，那我們算個人存款不含家庭，存款在1萬以下的占35%，存款在1萬到5萬之間的占30%，存款在5萬到10萬之間的占20%，存款超過10萬的僅占15%左右。所以說，如果你個人有10萬塊錢的存款，你已經超過了85%的人，就是這麼一個概念。所以我們經常刷社交媒體，你就會發現100萬很輕鬆，是吧？年薪幾十萬個 W， 你感覺遍地都是，人均100萬。但是真正的說，拿個5萬塊錢現金出來，你會難倒很多人。1分錢難倒英雄漢，咱們不說1分錢，5萬塊錢足以難倒很多英雄漢。你讓他不要撸貸款，不要什麼借，你就自己存折上有沒有這麼多錢拿出來，大部分人拿不出来，这就是现状。央行2024年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約53%的成年人銀行存款不足5萬元。另有數據顯示，能一次性拿出10萬現金的家庭不超過40%，這就是現狀。所以這些數字都能印證什麼？印證老百姓其實不富裕。正因為不富裕，所以說你怎麼刺激他都不消費，所以你才會看到4月、5月整個的社零數字是往下滑的，這些數字都能驗證嘛。在這種背景下，這個失業率穩在5.1%，但是隨着人工智能的發展，全球的裁員風潮，它也刮到咱們這兒，很多大廠、頭部大廠，阿里、騰訊、華為，他們非常焦慮。這個我們在前面節目說過了，為什麼馬雲要插田到夏天插秧？為什麼華為把戴戒指的世界都給注冊了？為什麼雷軍要過早，對不对？要營銷啊，他們都焦慮。那怎麼辦？他們本來是在互聯網，在移動互聯網行業，它不是先驅就是標杆，都是話事人，都是风向標，是不是？在如果沒有人工智能，這些企業那現在是当之无愧的領頭羊。跺一跺腳，行業都要抖3抖，整個科技圈。但是現在遺憾都要讓位給人工智能，所以他們非常着急。着急怎麼辦？他就要學甲骨文，學亞馬遜，開始把大量的資本投向人工智能 AI。你包括字節也一樣，抖音怎麼辦？那他在原來的業務上就是裁，不賺錢的，利潤不夠的，未來不夠計劃的，全部給你裁掉，大量的裁員。這沒辦法，他不想在未來被落下，這個賽道他要站上去。如果他不站上去，那未來就沒有他。那焦慮怎麼辦？就是裁，把舊的業務給他壓縮，把錢節約出來，往新的方向投。所以說，下半年這些大廠裁員恐怕是血流成河，不用懷疑。除非7月份、8月份人工智能給崩盤了，大家醒了，不能在這兒投入了，那有可能會挽救一下。否則，如果繼續人工智能這樣高歌猛進，繼續往裡投，美國人在投，那中國人也得投跟進。好，那實際上對其他的，對我們普通人來說，那簡直是一場災難。他就得裁員，连美國都在裁，對不對？美國甲骨文一裁2萬，亞馬遜裁，連谷歌都在裁 ，Facebook 裁 ，Meta 裁。那你說我們這兒他能不裁嗎？他那錢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他錢要節約出來，對不對？要往人工智能這兒投。所以說下半年这個大廠裁員，那絕對是血流成河，不用懷疑。不光是大廠，你再看一看汽車行業，現在才6月份，你看看是什麼情況？汽車行業是每個月是2位數的下滑，你真能扛得住？你說哪個車企能扛得住？所以說下半年這個汽車行業大裁員也不是危言聳聽，就大家能看到的，絕對能感受到。大眾一次性就要裁掉5萬。大眾裁5萬，他在國內至少裁1萬。大眾已經開始了，人家德國的他也扛不下去啊。那咱們這車企那內卷成什麼樣了？內卷，毛利率、利潤率只有3%，整個的汽車行業利潤率只有3%。說白了就是造輛車，可不那在賠錢。你造一輛車賺的錢還不夠買把蔥的，買幾個雞蛋的，你說誰受得了？完了還有很多人賣不掉啊，那車還賣不掉。
庫存積壓，不能變成現金，只能降價捲。那怎麼辦？這麼下去了，到年底扛得住嗎？所以它裁員是必須的，必然。所以你看这2个行業，你可以看肉眼可見，一個是互聯網大廠，一個是汽車行業。下半年就等着，不用懷疑。資本市場歸機越火，那麼我們現實生活中壓力就越大，因為資本要往那兒去狂歡。所以你看，但是我們也可以肯定，到了下半年統計的時候，公布的失業率還是5.1%，穩中向好，這一點態勢是不會改變的。但是，至於你個體感覺到寒意，那是你的問題，你體質不行，你身體需要。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